接驾目前人前道鞠躬，坤道鞠躬。翻开始，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前道鞠躬，再鞠躬，3鞠躬，坤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 恭请护前人慈悲，前道1鞠躬，坤道1鞠躬。请坐下。开会。立委。 蔡经理，各位财政同事在这，大家晚安。晚安。希望这个事件，2礼拜时间不够，咱今日大家共同去接受学习，咱做环境。不过呢，咱的依法出成分，这段的8分，因为应该前头已经讲过，咱前段讲过，但是咱前段后壁这段讲无了，但是经典若要较会了解，总是讲讲好的来，这段会走法，你详细是看，所以咱过去，咱咱进前，咱讲到第8分，但是因为咱第8分的头前一段，咱嘛讲到较清楚。毋过呢，因为咱为着要接后壁这80个连贯，我头前用简单、较直接，倒来甲恁走一遍，互咱对这个经风经，以及第8分。 依法出成分内底当中，靠一个概念。不过因为伫遮开始以前，我想要甲恁各位报告，因为经风经是有分做4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讲叫做性，第二个段落是讲解，第三个段落是讲行，第四个段落是讲证，叫做性解行证。性伫咧开始。 对第1分到第8分，依法出成分1分多性，就是讲今日你要了解这部经文经的内当中，你一定要有绝对相信，叫正信而有，你一定要传，但是要有正信，这种人才少。换一个解释来讲，你要了解这部经文经的人，要真正对这部经文经的人。 会当去了解，真少稀有，咱讲非常的稀少意思。毋过呢，到了第9分，叫做一选二上分，到22分，因为伊这讲叫做解说解，就讲你虽然你相信，但是你对这个经典你要清解、深解意趣。23分。 因为叫做到的时阵啊，迄个叫23分，到迄个叫性解行，这个叫性解道行，就是对迄个究竟如何，第17分的究竟如何，到23分，这个讲叫做行，那24分到32分，这个讲叫做证。 如果这4段甲分落，咱会当看出着伊内底较精密的内容。如果你今日若无用这4段，你到这个第17分究竟5分的内底当中，你若想到头前有一款上重要的物件，有人甲讲，不比迄个17分的头前，甲伊头前对阵我袂记啦吼，
讲咱上有了有相像啦，讲因为有共文艺，但是无共艺术。伊是头前是讲性，毋过呢讲到伫即个995内底当中，伊是讲形，已经经过改，搁经过形化，迄无相像的物件。共迄个物件，共一个文艺，但是意义就无相像。毋过呢，你若无切入了后，咱看到了后，会感觉咱会生出足侪疑问。所以这点，要甲恁讲伊特别做一个说明，因为若要继续甲恁说明这物件，有阵时咱会去抽离迄个迄个疑问啦因为咱过去进程内底当中讲到地八分，地八分就是对地分甲地八分讲叫做信，你一定要相信。所以若无相信，然后佛法随讲啦若无信就难急。如来是真理者、是理者、如理者、不空理者、不异理者，你一定要相信，伊一定用五大正言甲你讲，甲你保证。你要了解我这道理，我这道理毋是一般顶凡夫会当接受的物件，会当相信的物件。所以伊第10分就来讲，第10分灵霄业障分，伊有怎学来讲？恐有人闻，心即慌乱，好而不息。佛道来讲，恐有人闻，恐惊有人听到啦，心即慌乱，好而不息。讲听到了后，心慌乱，后迄个代志，佫无佫后迄个，好而不息，好而就怀疑不息。因为佛道就是咧讲这物件。毋过呢，你即部《金刚经》，你若无要相信，伊讲啥拢叫做废话。毋过伊讲的是有阵时毕竟超出咱人的想象。比如讲到第八分，3000大千世界七宝，输一个受持处经，乃至于输一定为他人说的迄个功德，就是一条地图的七宝，输一个受持处经。修灵那一生，其依然不忘的这部《金刚经》，这部《金刚经》的义理甚至这部《金刚经》的一段话乃至于书记，甚至《金刚经》的一段话为他人说，胜过着3000大千世界七宝，一条地的七宝。有阵时你若听电话头行，后迄个代志差遐尼济，毋过毋是安尼尔后尾再继续。用较悬的照亮恒河沙数七宝这条恒河有5000公里两条的沙数，恒河沙数。迄个恒河沙是毋是像咱的乌沙迄大粒的？咱乌沙一个叫做伊恒河沙是粉沙咧，迄若好飞起来是规个恒河边仔当中拢无咧。伊的比如是讲恒河沙数。因为佛陀过去咧讲说法当中，离恒河万象，恒河万上。当伊讲到迄个比喻的内底当中，迄个较量比喻，伊就三只恒河沙数来比喻。那恒河沙数，这个沙，这个沙，若要讲一粒沙，一个宝，一粒沙，一个宝济无？成多势真够济人毋过呢，输一个受持处经乃至数一定为他人说，你听到会感觉奇怪奇怪的。毋过咱佛陀来讲，我是真理者，我是实理者，我是如理者，我是不空理者，我是不异理者，伊咧甲你讲，你敢相信就落去？讲迄个无诶，讲迄个差济，你若差小大，那就有一个土；你差济，要通有一个土，这毋是会用回来的，毋知爱测点。为他人说，若要甲讲起来，所以伊这都是人爱知影物件。所以呢，离第6分，离迄个咱金刚经，咱讲到第8分，伊要叫你绝对，你后壁并袂使逾越这个。若你要逾越，你免看这套金刚经，跟你讲起就是啱。所以呢，这道的第8分就是做成的结论，安就对了所以我第一观念较紧的，互恁知影这是轮廓，这是轮廓过来伊讲
数学题，不计些数学题有任何入你的内心世界，你会感觉如何啊？若人满3000，但这世界七宝以后过世啊，世人所得的福德就会多好。当然，这个不的内底当中啦吼，你到上叫做福，是福，安尼就对了吼。你的心意上感觉如何？较舒服一个人，当然这三在这世界真慢分析啊，讲到较清楚，但是伊个这无关系啦吼。就是伊个地球七宝起来过世啊吼，是你表明讲，这个人认为到这个人伊的这个福德有偌大。数学题个，数学题主要讲成多细分。哦，我同你讲啊，有这就对啦吼，真正有够这。毋过呢，可以讲后壁，因为数学题，伊是在讲个，伊毋是一般题，就简单讲就讲，伊是佛道的当机者，因为佛道的道理，就数学题解会开，毋是咱一般题个人是解会开，就参照讲，咱的基础，哦，爱是讲的时阵啊，咱的乱起。伫咧开乱，若毋是真正捌迄物件人，你看无，嘛解袂开，干讲个是安尼。所以讲，伊讲心外迄个是福德，你讲这物件是世间法，毋是出世间法，因为世间法即种叫做冥想的物件，哦，死都带袂倒转来，有对象带倒转来。咱常咧讲，世间的即个王侯将相。啊，只好个人，有对一个身体意志有大条个物件，无错过。所以你讲的，这是世间法，这世间法，这个方式，毋是出世间法的主色，毋是出世间法的主色。其实，这个福德性就是讲咱的主色。其实，若要甲讲起来，咱六祖当年的讲过，每人受福不受道，只缘受福便是道。布施供养奉献，心中三恶愿意做。你将修福欲见做，后世得福做反哉。但用心中不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不闻大乘真忏悔，拄邪行径则无罪。哦，学道相应自性观，七故诸佛同一类。我作微传苦顿法。普愿见成十一体，若要将来未发生，立志发上心向说。哦，伊到尾来讲，迄什么自电无悠悠，护念不绝一世。伊甲你讲啊，伊就甲你讲自性的物件，伊无甲你讲自性以外的物件，毋是一般叫做世俗或者迷信的物件。我拄则和咱迄个詹先生讲的。这世间的人咧叫福报一堆，伊毋知啥物叫做世间法，毋知啥物叫做出世间法，伊毋知啥物事。伊拢要叫这摕袂倒转去，毋过咧叫是叫要摕倒转去物件。安尼你甲看啦，互你世间好好拼，你拼到这个时阵，我想讲，我即已经71岁啦，若我爱拼互阮囝，若安尼阮囝无能力。若按我即世人较真得啊，都拼到有食，若我过去所过来可能拢荒漠荒东，我袂趁钱。安尼对无？我即年70几岁啊，阮囝来都问我，若我就较拼较济互伊嘛无效啦。阮囝若比我能较，敢袂我拼互伊？人伊比我能力较，我就拼。阮囝若比能力比我好，我敢就拼互伊？我尽量去拼互伊。你拼较好时，嘛甲你开了了。迄个较早一个故事讲，阮妹啊，吼一个老爸要巧伊，啊谈个囝，我这爸你嘛卖呢？伊囝讲卖啦，一定卖，一定卖啦。我妹啊，老爸死我，伊较卖了卖，啊！阮中央迄万源迄后生，迄二号是咧高船边，迄规船拢边，卖一定卖。哦，所以伊囝若比咧较老，毋免咱传来；囝若比咧较下班，更更较毋免传出来。你会传啥互伊？
积极而已啦。所以呢，是有目的性，咱也是有这目的性。4个如来说明讲到，哦，你拄来当咧问我这个刀哦，是哦，结合认为刀哦，你问我这个招，啊，这个招后壁是毋是一个招？招头先是一个招，这叫对立嘛，这叫二元对立嘛。哦，是安尼拄来，你问我就来刀，啊，伊来咧问目的性，伊讲咧问讲是福刀福，咁无问我是福，迄叫绝对，迄无相对的物件。啊，这个是福的认为刀福，即句话了解。福的认为刀福，这个刀就是后边一个招。伊咧问我，即个你咧问我，这是二元对立法，毋是绝对法。可以讲是福的，只有福的性是我都来上面福的刀。后边就来讲啊，哦，是我的主题家己整理起来。若有人，假使有一个人有处经中受持，乃至事其得为他人所求心好，这讲出来。伊讲哦，若有人，假使有一个人啦，吼，因为毋是即个善男子善女儿即个人，因为即个人是因为伫金刚经法会上咧学大乘法即个人。伊讲若有人有处经中，因为有经中就是阮依哩即套金刚经的内底，你来看好是即套金刚经，啊，金刚经就是大乘法嘛，叫做地理经嘛。啊，即个人若有人，即个人就是学大乘法即个人。换一个解释，就咱之前在找遮人，会当安尼个解释者，恁咧学金刚经，毋管的离经中会当受持，要受哪？要持哪？要受欲见诸相，非常即见如来，受即句话咧，乃至于事题，哦，经中乃至于事题，一段话，因为即个事题，若依照第八本，伊就发着事题啊。毋过若即部金刚经的事题都两段，一段26本，一段32本，就一时见我，就以应声见我，是人行写到即个见如来。30年，一切有为法，如我们泡影，如老有见，应从如是观。但是，毋过你第六看到的事题啊，因为我过去解释过，因为所有的经典，金刚经就是因为大国际经600卷的当中577这段甲起起来，讲这部金刚经。那因为这部金刚经的内底当中呢，因为叫做地理经。毋过呢，因为过去佛教，因为这是印度过来的语言，迄种叫印度语，是当时求我识三藏法师，因为应该做一个翻译。那翻译就是讲，这部书解解释是讲金刚经的一段话，应该是安尼解释者。乃至金刚经的一段话，看安尼啦，为他人说，到这就是自觉。这句话注意哦，这个自觉为他人说就是觉他，这两个意思。啊，自觉觉他什么人？我拄则和咱张先生咧讲嘛，一般顶的人是信仰，但是较悬的结束叫做受用。但是今日咱别人技术叫做受用，受就是自觉，行就是觉他。那这个人是咧受菩萨道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因为为他人说，袂使叫这句告诉你点哦，后壁就是有迄个哦。叫成分，这个人的功德是胜过于这个地位7宝，安尼有宝贵无？所以咱今日一贯的提出啦吼，咱无感觉讲咱家己足宝贵，咱讲哦，进黄仁勋啦，哦，进飞机坐过来坐过去啦，吼。真足侪钱，伊世界嘛，当然，那伊福务是足大吼。世界的福务，咱敢比福务比袂着啦。但是伊要甲咱比寿，伊比袂着啦。伊要比甲咱食素食，伊比袂着啦。你讲个食素食较有可能，敢是安尼吼？你要继续较有可能，伊才有个时间通修行。毋过今日，因为伊拼迄个摕袂倒转去，咱拼摕倒转去。我问你一个问题。有处经中受尽来，这顺便为他叫什么？就是你。但是3000大千世界超过第一，
嘿，嘿，当然啦，比世界可能比袂赢。毋过若目睭刻了后，目睭变咧目睭刻了后，迄个情的位，迄个攻击，你袂赢嘛？若安尼倒假，若安尼倒假，你免想倒，免慢慢食素食，你免愈来食苦。我讲这实在啊，虽然这是佛家讲，毋是我讲的。你若讲哦，我讲的无来着，毋过佛家我照着佛即大话讲互恁了解。讲你今日去真正行这条路无毋对，嘛安尼我是一直咧甲你想讲。我对20几岁才开始想的，开始咧读点，我行到今40几岁，我嘛怎么行过来咧？我当咱懵懵懂懂咧行到。行40几年无变啊，行到这个时阵，我嘛家己发现呢。啊，我40几年，到外出倒转，感觉家己安慰啦。不败人世上，不败我师。因为40几年袂当再重来嘛。人生敢会当重来？无可能重来啦吼。啊，若安尼行过了后，就是已经叫做正道，不改变的事实。这是真正作原因。所以在当中的玉生篇可以讲。后壁都讲了因为是我的一切诸业诸阿那个什么该从出定出，咱进行讲这个时阵，但是因为后壁这段，我想咱做点了解啦因为这安落来，咱后壁才接落去啦那因为这啦有人如做平等受天来，至于所以点危害就生命可以讲，是我的一切诸佛，及诸佛阿弥陀什么菩提，该从出定出。当然这句话啦，应该由于有人爱加上一分言啦我说了若有人，较少有一个人啦这个人是什么人？咱才讲这人。这个人毋是一般顶的凡夫人，咱看咱真无穿脚洗啦咱嘛无剃光头，咱嘛无穿耶稣，嘛无穿白花的衫咱今日穿一贯道的，迄个咱只，但是咱的这方我穿咱的生活，毋是穿生活。你真个做工讲你是咧修道人，有当时咱嘛看好啦毋过咱的解决是心灵。毋是即领衫的内底，毋是即领衫的内底，我就想咧讲去穿过了，我这毋是讲是非啦人佛陀过去，人伊过去是一个吐蕃啦迄个当中，迄是叫做严情的物件。处地起地翻，本处翻，伊40几主的意思，了意思。伊有3领衫，一个叫做安土的，一个叫伊多罗僧，一个叫净拉的。安头的就是入作衣，伊多罗僧就是安头的就是做衣，做工，伊多罗僧是入作衣，去咧听佛的讲道理。增加你增加你的叫做大衣，就是咧吐蕃记大官，记大什么叫是咱讲叫做幸福。咱伊有3衣1钵，但是咱照起来，所以呢，看到这领衫就真的看到佛陀肖像。咱必须做严谨的，过去毋是像咱这，这个教师含要去这，为着讲要去化验，伊嘛去穿一领教师，离迄个老头嘛带咧分咧，要照着佛陀的形象，去咧分，这领衫是佛陀的衫，但是心是众生的心，敢有合？所以咱到尾互看出你是去遮，逐日嘛穿迄领衫来咧分，是叫点出来当中，含多烧面，含多烧样。这个你把迄个有看着。毋过呢，今日迄个这个年我也好，和尚也好，因为因真若要过去，因爱家己要做严谨，爱家做自律，做自律。是安尼讲，你袂使讲的话、做的事，违反着过去佛陀咱交代的物件。若安尼当中，迄叫做破戒，破佛陀的戒。毋过真的我来一个，我今日马西穿来着，迄个头家，这4个点头高兴。
有点像这个头个讲，我现在分析，看这个因为报谢物件是因为咱做主观对你做这种的重要的报谢，唔是你用讨的报谢，用讨就变成乞食，乞吃咱乞食，所以今日会知影袂过，咱咧修学过内底当中，迄个纪律足重要。咱会看到你的当中会足感动，看到你会讲，你这是一个上品的，上好啊中品的，上礼拜下品的，有品就加啊，对不对？毋过呢，今日你这项加都拢无，你要拢叫做修养。所以今日这回别个修，毋是穿迄个衫来做描述，是因为第一，听你咧讲话，会看你做事，你内底你的内心世界文化无。你讲有能量，这是一个真正修学过人对内心世界造出来物件，毋是你表象，迄个表象的物。你穿啊杂西啦，我毋记你穿啊杂西，咱的行为拢无改变。你偌久你咱生偌久，你拢贴偌久，绝对袂久。所以呢，伫迄个内底当中啊，讲这是一个观点的。今日虽然袂穿杂西，咱袂穿诚心结合，但是咱内心世界。毕竟是凡夫，所以发大心心的人，所以这个经济啊，了解着金刚经这个人，地位非常的无简单啦。这个菩萨，能领受持法，有处金刚，讲啊，在处金刚经的内底当中呢，他作息能纳于心，修伫金刚经的内底当中呢，这段话，那所含的义理。令意念不无叫做持，修持的意义就是这物件，就是你伫金刚经文，你会当真正受了真深真了解，伊融入到你的心内，放入你的心，这叫做修。所以咱甲你讲，你有修着未？你有感受着未？若你无感受着，你做这坐啊，我要坐头个是较远吼，细小人讲要坐头前，就是因为你要受，我要感受。啊，你受到力量啊，你无受你有力量啊？敢是安尼？我常咧讲，我较早人咧读数学，迄个数老师咧教，实是听拢无。啊，嘛袂讲说叫做受，我都听无，叫受。啊，若听着数学，若看老师咧上数学，要上数学。就是要倒边，啊！若看着今日数学课，就感觉一般好，无想要上无爱读要来学，这是个心理啊，因为你都毋捌修，所以你这个当中，咱今日历史安怎坐牢，就是你修的物件。持，你今日来坚持，意念不忘，坚持。我常咧讲这句话，你是常发心还是发常心？你是上发心还是发长心？上发心甲发长心两种无意思，两种意思无相同。上发心就是讲我行咧，当在来天云，当人坡咧，当在来行，当在来停。像这台车要来到咱遮，我含厝高腿来开，我才能停4、5摆啊吼。啊，行行就要招你休息。我下厝这车咱毋通开来，啊，若拄开袂发动作。2摆唔行啦，然后一定会迄个边。毋过若发长心，迄只车发起是个就咧到遮拢总无停过。意思你听啦吼？咱今日一个人修学好，对咱今日去得到这个法了后，咱烦恼改变，道真、理真、天命真。即使讲我有读世代较难度，但是因为我对修烦恼绝对无体谅。无简单，我无骗你。持意念不忘，所以伫这内底当中呢，而且咱有甲做一个解说啦，修会当动到咱的身体，一动马上就是咱的妙智就走。这精气，你甲现象，伊绝对袂生。你若甲踮伫迄个土里，因为土里刺激到迄个土壤的水分了后，
迄粒手指粒会剥去，会袂？伊随剥去。啊，你若是这绝对袂剥去，因为无有哪无触机嘛。疫苗你为生产袂出来嘛？那安尼当中，你今日收到啊，金黄金无上反应了后，疫苗技术走出来了后，你一定要证明是上较济啊，配合团体啊。所以我问他讲，这个精修，这个精修是自成的妙用。你是真受，你是真受哦，唔是带遐个，哦，家己带遐个懵懵懂懂哦。你真的，啊，迄个真受，迄个感受内底，我就用语言讲。我问你一个问题，我问阮同学讲，今年传啊好，你的感受安怎？迄是你的感受哦，我的感受你讲，今年无搞好，啊，迄开负安怎？今年做好，迄负安怎？迄是你的感受，我袂感受唔对。我是听你的声音尔，迄内底变化足大，真正感受我感受唔对。有一日当中，我真正你泡我啉了后。我摕甲啉者了后，你免甲我讲啊！你敢袂得甲我讲？你安怎甲我讲无好？因为我已经地位去了，地位走出来嘛，我已经接受到了嘛，我真的真受到了嘛。啊，你接受了，唔免心人甲讲，心人甲讲无好，因为我应该知影。今日你对金黄经的问题，你已经有感受到了，你已经有接受到了，咁就对我来讲呐。其实慢慢我甲讲啊，但是你要真受到了后，你叫你硬来听这套金毛经的道理，你听袂落，听袂落，听无啊。但讲啊，你受袂到啊。但是，所以这个妙用走袂出来，真受的这个自修向妙走袂出来。所以你有真受了，你的坚持的艺术，既然你的地位引起来，必须要坚持保护我们打起来的。迄个物件啊，真正脆弱；迄个苗皮啊，真正脆弱。哦，所以伫这当中呢，咱头仔上咧讲的，哦，坚持，你发觉你必须要坚持保持，你打出来当中，你要将脆弱的苗心啦，慢慢持续啊，这个持续保持落去，伊才我能茁壮。我想在这里，比如讲。咱今日，你今日，你一丛树啊，你若剥一个印起来，你剥一个印，迄个印是足脆弱的咯。你甲拍着当了，你无小心甲了好势，比如讲，较早做过恁咧栽榴莲，刚开始栽榴莲是足脆弱的咯。你要顾啊，种榴莲会大丛起吼，迄真正用心甲顾，无一定啊顾的话，迄足脆弱。但是迄种榴莲叫顾下了后，迄偌大丛你敢知？你若去印，你若去泰国爱去的时阵啊，慢的时候看榴莲，迄边其实4、5楼悬的，4、5楼悬的榴莲，4、5楼悬，迄边去顶悬迄板榴莲哦，伊板的伊怎啊？伊怎用一手尔呢？啊一刀啊，拍着当拍着当，啊怎放落去底，我插布袋无？伊怎啊放落了布袋当去线，但迄个布袋迄偌悬，你敢知影？迄丛榴莲4、5楼悬嘞，4、5楼，迄丛榴莲细个几百斤、几千斤，你敢？遐丛榴莲生偌济，你敢知影？我说历史咱听啦吼，其实咱今日咱打发起，这个描述是真脆弱的问题。你讲坚持了要真脆弱，但是互你真正坚持，互你真正认识，互你真正了解了后，无人甲挡得了。你后尾做出是无量无边的风景，所以你佛陀你经过经历这15分甲你讲，伊讲若有人受持托上初经，如来实地是人，实见是人，家己修持我，不可量、不可称、无为边、不可思议空间哦，不可量、不可称、无为边哦，迄种用无法度去甲，用世间法的物件去甲不定的物件。你拢讲我这个物件，啊嘛安尼我请你，互你这个名义起了后，当中你做出来的物件是不可量、不可称、无为变的风景哦，无为变的风景哦。如果你若知影，你若了解，你肯投资无？真正你肯投资，一心毋是你肯投资，是因为你的就是世界，
妙计走无出来，啊，佫识你识的识，甲你摄入，你啊倒伫遐咧怀疑，毋知有影无？啊，若有影咧行无方便，啊，若行到一半了，若无影啊，无妙嘅，敢是安尼，家己无信心，所以伫遐无信心，家己无力量就行袂落去。所以伫这内底当中咧，伊已经啊着重着自在无碍，就是家己有法度彼此相悦，彼此相忍，他就法度工作啊。人们叫讲放修行啦，放食菜啦，放学道，你嘛无可能。像咱当时迄个孔子的弟子干话，你先即空凡法，应是佛事，伊得到了后，难调，伊连感觉信都不敢，因为伊知影，这个物件实在太宝贵，比塑胶、比黄金、比世间的一切物质较宝贵，所以迄个当中，你来讲哦，乃至数其点，其他因素，就咱拄则讲的一段话啦吼，因为金刚经。数据金刚经的一段话，乃至于半部，就是咱学主者讲的，欲见主相，非常即见如来，安尼叫做一段话。哦，伊甲你讲，哦，受持托相处经，乃至于数据顶，数据金刚经一段话，为他人说，为他人说。哦，半部一分，最少乃至数据一段话。哦，这两个疑点呢，第一个疑点，有主经中这套的金刚经啦，吼，伊是讲啥物件？金刚经有32分，讲到第1分，金刚经，就咱拄仔讲，也是讲了，处处就是，处处就是讲的全部，因为伊的经典虽然是也是讲第8分，但是因为经典已经咧讲啥物呢？讲到第5分、第6分讲了，第6分讲到欲见主相，即个如来，这讲到清微道理啊。咱我早头讲，好，第3分就是佛陀当时释迦在咧问个问题，温何应诸温何必心？温何应诸的第3分，甲迄个温何必心？第4分妙门菩萨在解说温何应诸，因何应诸，这解说这样。第5分就是做结论，咧做金刚经结论。所以，若你甲讲起来，内行人到遮顿听了，深奥道理就讲好，啊，袂想要讲啊。第6分啊，叫做就是理由嘛。说无的，何有相信你如是言说将有灵性实现吼？迄个说无的疑问咧问啊嘛，敢是按后疑问咧问的内底当中啊，敢是如来到即个如来道理啊？因为伊无当了解了清微道理了后，就替即阵是1250人有即阵人咧问佛陀的这道理嘛，所以地人开始拢总咧做咧做的是解说物件。所以来讲，你会当一念清净，已经把金刚经圆满的道理已经讲了，因为你的信心就怕你生不起来，你若会当生出了清净，哦，够清净的信心，哦，正是理由，那是清净的信心嘛，哦，起来了后，无不修行的，嘛无害我，也无证道理，这已经，你如读不懂如，你已经看到识到啦，所以第7分已经胜于第8分，讲话叫做较量。可以说出把金刚经讲了，所以文中内底付出经中，全部经典，金刚经。第2段2点是讲，伫文中内底有四句，就是整部的金刚经。咱头仔讲，因为伊一段话，就你会当耳味这段话，欲见主相非常即见如来，这句话你若捌，若证着捌，你就已经拿这部金刚经内底拢讲了。伊重点是这个物件，所以咱咧想讲，这点叫做原始点。欲见主相非相，即见如来。你会当欲见主相，一切相非相。咱老伙安尼讲，这个话啊，好，好加边，主相加边，好，但是非相是加边，这两题道理啊。主
主上就是讲叫做属地啊，非上就讲叫做真地啊。真地甲属地，属地就讲叫做世间法的表象。你有看到咖啡的设定尔，但是你有看到伊即个咖啡伊本来用白水啊泡的设定无？迄是无设定的物件，迄非常。主上是咖啡的色，非常是水的本色。若见主上非常，你有法度看非常本身了，即件出来。那安尼你有法度看到水伊本来本质的物件。水的本质就是讲叫做实相。水的本质就是讲是，但是咱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看到的形象，拢总是虚而不实，妄而不真，敢是？所以这个物件，足侪项是只我哋才背袂开的。所以其实咱有法度若见主相，缘起主相叫做缘起，成空叫做非常，叫做缘起成空。缘起无我，缘起清净。什么缘起清净？我今日去看到一件代志，我足介意的。缘起啊，毋过我内心世界足平静的，无念了。我咧佚佗百货公司，咱较早谈一声好，啊，行百货公司囝辈拢叫拢叫灰尘淹着。百货公司内底当中头一个灰尘，意思讲，你看一个足水的，啥足水的，你就惊袂为迄个舞台。你就叫，目睭就叫人家衫牵着，主上你就叫人家衫卡伊，主上绑着。因为安怎讲，真足济人啦吼，毋是伊爱要话哦，毋是伊爱要需要什么啊哦，是伊爱教伊什么啊，毋是伊有需要什么啊。敢是安尼？伊是教伊什么，毋是有需要什么啊，需要教伊无相像哦。我今日做饭对不对？我需要钱衫来穿好烧，这叫做需要。介意就是我今日来去，什么衫嘛拢无，但是我看到个上报面就倒来足艰苦的。迄叫做介意啦，你听。但是买一大堆的衫裤，开销这个钱，大家都无需要。咱即摆众生就是安那，外口的物件较济你就需要，你就。你都拢伫这表象内底当中妄想执着的物件，但是你真正需要偌济物件，咱需要物件足少，所以伫迄个内当中就安尼讲啦，数字顶甚至呢，96分有一些人咧同我指教讲，这毋同唯一讲过啦，所以伫迄个内当中甲你讲，这个棋就是叫做咱中国的棋，就是有5字甲7字。印度这个棋毋是安尼讲的，咱老早讲棋，就是有32字为一棋。龙树菩萨因伊背出着伊的华严经内底有10万棋术，翻到咱中国有10万5000部棋。那安尼呢，这个连场轮算在内有30字为一棋，30字啊，所以数字的计算。这叫长长久，毋是咱中国大约4版的5字一棋，还是7字一棋，毋是安尼，因为经过好的上，伊毋是讲这物件。肌肉性体，咱今日咱受这物件内当中吼，得3800世界7宝，这当然咱进前我讲这物件所以咱可以讲，伊才结婚起来，可以讲，为什么呢？金光经。一段话会当胜过7宝布施迄个人呢？这个而且来讲重点。所谓一切诸分，就伊就做的一切诸分，诸阿妈的长生活的该从出定存。一切诸分，咱家出一个佛号我嘛讲一切诸分。我请问你一个问题：咱今日要成就佛菩萨无智慧？无智慧，起做些咱成佛菩萨你甲讲。无对一个，若无有，因为金刚经就是讲叫做较济嘛，较济金刚经嘛。金刚经就是讲智慧嘛，
那安尼对一个要成佛、要成菩萨、成阿罗汉，伊免有智慧，对谁去讲？啊，根本就是拢讲智慧的嘛。哦，当时呢，所以呢，你会知影这个金刚经，伊的文义是俗，伊文义是叫做法者，佛有三法者，就叫做实相法者，有一个叫做观察法者，有一个叫做文义法者，有这三法者。但是因为实相法者甲观察法者，就是咱过去常咧讲啥物件，常咧讲这个日头，甲日头光叫做智慧嘛。但是文义法者，就是对佛陀智慧家己体悟出来写入文义，迄叫做文义术，但是有圣人的智慧，叫做文殊菩萨家己法者，毋是文义哦。所以咱后先就讲者。哦，这个法者是诸佛之母哦，一切诸佛皆从金刚经生出了一切诸佛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无上清净境界。哦，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咱过去来讲无上清净境界，哦，这咱过去拢解说过啦，吼。无上是咧讲法，因为伊无有一个更加上的物件，叫做无上究竟啦。所谓究竟，是咧讲菩萨、摩诃萨，因为伊为，哦，伊上求。角道下下有情，因为伊叫做正定。佛教上来讲嘛，三摩地，三摩地叫做正定，无有偏到一方去，所以伊就叫做正，所有的这个慈悲叫做正定境界，有众生同定，无有像阿罗汉偏到一方去，所以叫做正定境界嘛，吼。所以这个境界是讲阿罗汉，阿罗汉。伊是做正觉，伊永远无一个正定，所以你事上了为空尔，所以阿罗汉叫做是我空，无是我空。所以呢，伊认讲安尼解脱啦，所以伊认讲证着我空之理啦，吼，这叫做正觉。但是伊无下我有情啦，吼，有情的众生走不了，所以伊认为一切都圆满。所以伫个当中，咱过去我讲的，佛得离华严经，大方这个阿罗汉叫做哪？哦，叫做大业来证咯，生袂出即个菩提果来啦吼。那因为咱即个内底当中讲到是正定，下外有情，下外众生的忏悔，叫做正定。先来要甲讲起，哦，正定下外众生的忏悔叫做偏离正定。先来要甲讲叫做离佛教上来甲讲起，离阿罗汉伊修到空了有走。啊，迄个空了叫做动空，就是讲伊无得去到一个正定，迄叫做平等物件。所以要生着一个一切诸佛的恭敬敬观爱教不可思议。所以咱讲即句讲，修持一切金刚经，因为伊无偏到一方去吼。迄为他人说，就是欲见诸相非常，即见如来，即句都有够人要讲啊，即句都。咱我过去捌讲，欲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一定即句话，离金刚经无即点啦。咱爱了解，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即句话是足重要。现在足重要呢，因为凡所有相皆是我。我过去捌讲过，伫迄个大陆，即黎明的教授啦，黎明啦吼。大陆是全小是黎明大学，啊是教授伊教英文，来教咱全小的学。啊，佛堂要去求道，伊是一个教授嘛。啊，你要去求道，敢较简单？伊就甲你分一句讲，凡所有相皆是我。咱而家不少拢凡所有相啦，所以虚不实，啊妄不真啦。但是咱后后壁一句话，是毋是人无杂法道法？安尼我讲教授。凡所有相皆是我后壁有人讲，伊点点，我毋知要怎讲。我以欲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即句话怎解释？敢知影？伊嘛袂晓解释。我欲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叫三谛道理。诸相叫做一切相，非相，诸相叫做缘起，咱今日叫做缘起，这叫做性，非相叫做性空嘛。那安尼当中，诸相叫做有。非常叫做空，这空有不二的道理啊！伫心眼人，色为空，空为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无是。
实空不离断安尼，受空不离心欲行，心空不离心空间，行空不离本自性，实空不离见如来。迄叫做哪呢？实修相形色，伊袂使离开着这个空色。所以这个叫做空性非常。你即有人我袂开，你叫做执着，因为你这个非常，就是缘起的物件。你袂使使你执着缘起的物件，你的过会叫做缘起成空。那安尼当中空有不离道理，你会当即件看着你如来发生。这讲是较简单的即回水。好，就咱讲做者讲嘉宾，叫做缘起主相。忙泡咖啡，忙泡茶，忙泡海水呢，100色拢有啊，这个做着足济嘛。非常，这个色理是暗的色理，有离为非常无。这个非常过去了后，现即杯第一色理有色无？100种的色理是用表象，但是伊无离为非常，非常的叫做空性。那今日这个主相若离开掉这个地本质离法的成分，咖啡会使离开水面，会使离开水面，一切的色理会使离开水面，拢袂使离开水，无离开水面当成就一个叫做因了。但是伊的本质，伊的非常，你即句话若过会，伊拢来处理本质。那安尼当中，你即句话离主相非常，你会当看到如来，这如来讲哪？即杯第一本质，有相无？无相，无相都有相，有相都有无相，叫做妙理。安尼听有无？所以呢，这个道理，我安尼甲讲，迄个教授，伊听有无？伊开始要求道，有来求道，迄个教授有求道。尾啊，阮离安倒来听道理。所以，而且内底，因为你袂使讲断章取义了解，万所有存乃是遗忘，你莫只有下底讲你捌，毋捌你话题，后面写袂落去啊。所以呢，叫做断章取义。哦，即句话，即句话你若捌，安尼即句话就够。我讲你听有啦吼，缘起成空，缘起无我，你当识见出来。文言法则。文言法则，五教法成分，由五道正道、成道，你亲自证的成分。金刚经内底当中，所有的这物件，拢是金刚经的智慧写出来的物件。这尊佛啦吼，这个金刚经是智慧，叫做诸佛的母亲。你有一个诸佛的母亲呢？你讲无智慧？你有一个母亲内底。而且当中有处经中，乃至所以为了结合圣谛，因为原因在此，因为这部金刚经内底当中啦吼，是法义是不得的，法界是这个伊毋是一般顶上的文字，文字是杂志互人的知识，咱日后咧读册，咱叫做文字知识，叫做专业知识。今年国文，反正明年国文也会写下。没有保掉历史，今年历史、明年历史无写下。这部金刚经2568年，到即马无人有去甲改变伊一字文字。安尼当中，无人通甲改变。毋是知识，这叫做智慧，秀丽出来智慧叫做妙智妙慧。所以起来叫做直接契入我们思想法则。你的妙智妙慧，你走出来了后，你会直接契入你自性，迄叫做实相。那安尼呢？这个实相的清净心，就是起来。我们这尊佛，这尊就是佛。其实这个物件咧讲做一个所在，这个物件其实咧讲是讲咱家己。你唔讲哇，这是佛陀讲的哦，佛陀甲你讲哦，大地众生富有如来智慧德相哦。大地众生，如来有无你较有哦？如来无较多，你无较少。是咱如来会当修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现在我拢先做阿庙头的什么三宝殿，伊讲大家种古来叫伊得上，毋过呢，咱是妄想执着是不能正的。咱拄仔是参这四妄想执着这四字，啊，这四字就是咱我过去讲的，妄想就是个种小小，执着就是个小小小。而咱妄想执着袂当正着阿庙头的什么三宝殿，问题出现对一个所在，你家己，毋是别人甲你无关系。其实佛道要你成道，毋是佛道会当互你成道，毋是你家己若无有发愿，若发阿弥陀佛三三菩提心，你看你去发会得去心，你若无发心，你永远就无法度。我想讲，你若发大表心，你去大表；你若发诈骗集团的心，你去诈骗集团；你若发着爱人接手，你去接手；你若爱来。爱学法，你会走来学法。发心足重要，但是发心就是自发自我，自发的老母，你发着智慧心，爱发着知识的心。所以人讲发心究竟无二别，如是二心先发，就是咧讲这个道理。所以呢，在这当中呢，实际上就是咱的清净心就起来。我们这顿分所以中山禅师，咱学这段来讲，学道之人不识真，只有将来认识是无死劫来成出本事，换得本来是。这句话是咱解释，学道之人不识真，咱今日咧学法咧学道，咱无了解什么叫做真，咱叫做言假为真，言差做无对。但是其实。毋是佛就是佛，你家己说嘛是佛，安尼有过佛度无？那安尼当中，咱人死去是无死去，咱人是过身的。佛道迄阵嘛不修不变的，你即阵嘛不修不变的，是安怎你讲伊就佛道佛你是众生？什么原理咧？讲，因为你即阵佛无歹去呢，你若歹去，你袂当成佛呢。咱是真暂时未成佛的众生呢，未成佛的众，咱是众生未成佛的人，毋是你未成佛，你要搞清楚。毋过呢，咱就是学道，咱在学道，拢袂当了解真。别人是真的，我是假的。你家己对你家己无信心，所以若安尼佛道他就讲：不一佛有三世，我不二乘善根，亦有千万无量佛。所见诸善根，乃至于一念生净真相，伊才来讲是对。当这是认定你讲这群人，伊毋是未成佛，伊会成佛，毋是未成佛，是因的基德未够，因为伊安尼叫空，我只叫头，叫空是臭的，敢是？迄臭法里面，有一日这石头你拿起开去，迄日头记得阳光的当中，迄臭法里面。嘛必定我话，我暗啥啥，你是真是低调的呢？你有啥物低调？色声香味触法，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爱好，这样样个较调咧，暗较调咧。你当你家己讲你上车，毋过呢，你若去甲关会开，叫做人叫做大欢心。所以六祖甲人讲一句讲：欲灵转处不留情，欢欣应处那开定。伊安尼同你讲，欲灵转处，转处就是讲你一个囡仔会当大欢喜，会当把十转的地，你家己逼会过，那安尼欢欣应处，你伫对一个所在，欢欣对你就是，你拢就是无受影响，徛顶就是大顶嘛，在佛教上叫龙顶嘛，徛顶就是大顶嘛，你拢袂受影响，山破以前，山破以前。不改变相，什么原因？因为你已经进入你如图的世界，你无表象的影响去，咱真会惊死，是咱惊死。咱若死，有阵你作惊，作烦恼，你惊死要创啊？你无愿意，惊死你不愿意，为了死啊！前年啊，后来电话说好要死的当中，就是目屎看好咯。只不过时也未拄着，我毋知啦，我毋知啦。安尼吼。若安尼当中，咱要离开世间以前，咱要过烦恼，唔要绝对去，你受到一点，你还往不下，适合到想不开。你今日讲互人听呢，你家己讲，
讲无你家己听。哦，啊，就对，因为讲的是毋是家己要受、要饲、要用咱家己的身躯。哦，互咱的内心世界智慧有力量起了后，我面对着死亡现前的内底当中，我就心作平静，心作平静，因为伫圣经来讲，远离颠倒，远离梦想，远离执着。一个人要离开世间的内底当中，都烦恼伊要死啊，伊要绝对去啊，啊，伊做麻烦我无去。我想要做一个比喻啊，咱咧掠鱼啊，牵网啊。迄鱼啊，若逐只起来跳啊跳啊跳，逐只都着网啊。你要相信无？网啊是我牵伫迄个哪个窟顶的顶悬在2旁，但是鱼啊过逐只嘛牵着，但是迄只鱼啊若咱点仔上迄个瓦土底，网啊牵着拢牵袂着。我意思恁听有？咱今日面对着咱今日要换一个世界内底当中。你这个心嘛定袂落来，你这个心嘛静袂落来，你当下就解脱。但是你若多烦恼，就上网啊，较大声叫反对，所以毋通叫你远离颠倒，远离梦想。众生服务如来救的德相，但梦想执着，远离梦想，远离执着，梦想执着无远离，你要去对这方面都有什么你讲好？对不对？所以呢，学到真理，你无了真理，只会将来用实行，甲真理，这共一个物件。这个手，这是正面，这是倒面，这是共一支手啊。这个一体两面。心里要实现，梦想叫做实现，定义叫做真理。但是梦想甲真理共一个物件出来哦。哦，毋通讲忽略一切，啊生一切，一切一个，你个当中生了足济，哦，这个物件，迄物件都归来迄物件。所以咱想一句讲，百川汇海是同一味，百鸟归色是无二色，因为伊本来就爱归入个物件，所以伫这个当中，智慧将来有出现，你袂当了解你家己这个真的，你拢理解为真，啥你研究为真？你伫骨咧咧找骨咧，咱过去是故事上咧做讲一个故事啦，讲一个池塘的主人，一个骨咧主人啊，骨咧都做者迄小仔咧叫咧偷，甲食迄鱼啊，迄主人就无法度啊，看袂去，连落来啊。但是咧，看到人，伊就飞去，咱若无人，伊就来啊。我即摆鱼啊，叫这个是甲鸟食好了，迄个主人就安尼去甲做一个迄个食，伊就咧我是放屁，啊，也是过来尔。好，假人，毋过呢，因为迄个假人猜了后，迄鸟会惊咩？动力会惊，哦，人也咧看。一日啊，你这捡地你毋通讲鸟啊，咱莫巧，你敢知影？啊，一日啊，徛伫点袂叮当，两徛袂叮当，三徛袂叮当。好，啊妈当中一只巧的，就陪伊，迄个假人头壳顶讲假，我即马一花的假尔，规定就说来啊咧，对不对？无法度。这主人就知讲，已经叫这鸟试透。什么叫做真心的假？这主人吼就无法度，就伊家己扮迄个味啊！我甲迄个鸡咧偌滴我的，把伊我掠啊，我徛伫遐，我向落去，鸟毋通共讲呢，飞咧，就那假，就他假啊！伊看到这鸟无水，杀着我这是真的，我毋是假啊！真的甲假就搞不清楚了。感谢安尼吼，所以今日骗假甲真的，你爱去看。咱的色若徛迄是假，咱的地若徛迄是真的，好差呢。所以今日学到就是学真的甲假。今日外口假作者，伊梦想执着就是假嘛。哦，啊，你若当真正转实心智，欲行专处不留情，你会当专处。你一切处所内底当
转世成智，啊嘛安尼欢喜因此那条件，你对一个所在，你就当中做你自己的主人。无心劫来生死本，无心劫来做生死的根本。生死做咱根本，做咱轮说，六万多年来轮袂说。所以那起人换做本来人，这个本来人的真理吧，起人就是这个色性嘛。所以咱排一个无切啊，迄个无切，你指定迄个什么？你指定迄个地位，所以咱叫无切来用了。咱这个包这个无切来用。啊，无切叫咱去做业去做罪，咱哪去做业做罪呢？我问咱各位啦，咱若无修行啦，咱是有哪有法度无切能创？我若去去学骗呀，因在老讲说，哇吼，电视啊，迄个小食部去创哪位？去小食部啊开做，啊去小食部是无切人咧定，地位人咧定。我问你这个问题啊？啊是咱这个马体，啊遮开工钱，啊去去着场所遐，啊开工钱，啊得着什么好处？讲欢喜，啊是安怎欢喜？我嘛唔知影。所以咱若有学法甲无法，有多差这个所在。因为你当做你自己主人，但是伊有这个夫妻做伊主人，伊有伊兴趣做伊主人，伊有这个兴趣做主人，必须要做业做做，叫做同业。但是伊若这个习性做伊主人，伊唔到同业。咱一世啊，咱讲道听道，咱受道，咱敢唔叫拖累，咱唔叫拖。所以这个内底当中呢，因为起人活到本来人，但是咱真正修就是要转变。本来人咱嘛不要起，咱要做咱的主人，用这个做咱主人，咱无这个夫妻啊做咱的主人。那你伫人生世界内底当中，你嘛真正有意义。所以呢，金刚经咱我同讲啊。如同金刚经就参了一只家母咧生鸡，迄个鸡卵哦，啊有迄个当孵出鸡仔，有诶孵出鸡仔，你知影无？有诶孵咧是空空蛋的呢，啊有诶孵咧是孵出的呢。但是金刚经这套经典是当孵出着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的，一切诸佛及诸佛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讲对这份经出来呢，所以金刚经这部金刚经。是会当你生出着足侪家囝呢，但是咧一般顶个十钱呢，社会十钱，这就是要怎有嘛袂出，有袂出啊？敢是安尼？因为伊就无迄个哪，无迄个菩提证明内底，啊无菩提证明内底，你若当生菩提心，伊就无可能。所以这内底当中，咱今日去，哦，这个用法就时间去辅导不会出现啊。你这个结论是无形的啦，我讲意思你听啦吼。所以一切诸佛及诸佛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该从出境出。啊，其实这句话得个写得来，这句话得个写得来，这句话就是讲你这部经典。你若甲这部经典我袂出嘛，我无听。安尼听有无？你问学到尾，我这部经典。你照着这部经典，你要到你的地位，你的地位生出着发展出来，哪有好呢？你莫惊读这部经，啊，咱背甲死吼，啊，你家己的地位拢袂生出来，拢做袂出来，啊，你背甲坏嘛不好。哦，所以这点咱一定要转入，因为一定要转入转学生命，要转入咱的内底，唔通对外口多咧唔忙哪个。所以这个内底当中，哦，这部经典后边这句话。所谓所有法就有法，这部经典第八分法则把这个结束。所以这位佛法，这位佛法，所以咱哦，这开始这段话就是咧讲有，这个有是叫做妙有，哦，所以佛法这个佛就叫做妙有，这个生出着菩提法，有了各有了菩提法，有佛各有菩提法。但是爱知影，阮所说的物件，有法即是非法，因为袂使接受，因为阮袂使接受我因果。什么叫佛法？佛法，若要甲讲起，咱有菩提果，甲一个叫做菩提地果。菩提果
伊一丛树仔来甲讲来讲，迄丛树仔会开花，就是结果，敢是安尼？袂开花就袂结果。但是咱今仔日，咱开什么花，要结什么果？你即丛是菩提地果，你生出来就菩提，你结就菩提果。伊即句话就是咧甲咱讲，今日即个有，因为佛法，即句叫做了，但是伊有即个佛法，你袂使证明即个佛俗，你爱证明啊。即句话叫做哪？叫做俗地，俗。即句话叫做哪？叫做真地。即句叫做俗地，即句叫做真地。即句叫做有，即句叫做空。咱听有啦吼，空不离。所以因为金刚经教的第8分内底当中，伊讲两地，就二地道学，伊无讲到第三道学。所以你这个当中苗栗出社会，生出菩提法，有了不果，这有了菩提法，但是咱来了解，佛所说的佛法，哦，即位佛法，这因为佛无着俗的缘故，所以这个是金刚经最早讲的叫二地道学，两地二地道学，第一个迄个地，咱一定要了解二地法吼。两地，啊，什么叫两地？他无三地，这个地爱地无相，这个地讲叫做真实无虚。哦，这个地，所以《金刚经》的第2分的内底，你听地听无，你说的是这个地。啊，这个地就是讲叫做真实无虚，但是两地就是讲一个叫俗地。世间的内底当中，你讲这个肉体假嘛？你讲这个肉体假嘛？我就是先买图画假的这个。这叫做这嘛是除了哀求呢。假有真的，真的有假呢，毋是你拢当作是假呢。伊是甲你讲，你今日内底有一个义地，有一个俗地，有一个真地，这个俗地内底有真，真内底有假，你袂使去执着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义地、真地甲俗地是要讲出来吼。所以按俗地来讲的，以实地来讲的，有白、有乌。有亮，有精，有环，有成之意，无算。哦，这个叫之意，就是讲有这个差别。世间有白无？有乌无？我为做白啊，我都拄则讲的讲，摕钱去就叫数量开有白无？家己无欠无去摕了开有无？毋会，咱会甲讲伊讲伊兴趣，啊，毋过咱甲犯有乌的人甲讲，伊叫做白。好，我就是了解清清楚楚，所以呢，有亮、你亮，有精作清净无你亮，有环有性，这叫对应，这叫差异啊！吼。但是古佛所说，初级有一个佛相，这个菩提佛相，啊，这个菩提佛相，但是这段话二地下头一个相叫做菩提佛相。有一个俗，我咧讲这有着一个俗，但是依靠第2段的真谛内底当中，按真谛来讲起来，是离白乌亮净，一定爱离开这物件。因为安怎讲？你既然要去大乘观的内底，你袂使有这物件，你袂使有这物件，既然袂使有这物件，离佛但讲一切众生，即位众生。是啊，众生这个三谛道理，伊已经离开凡俗，伊离开俗谛，甲离开真谛，到真实谛第2道理。所以讲到这两谛，拢爱提开，欲心处俗，爱离开；欲处法俗，爱离开。可以讲，欲处为我俗，也可离开。因为离到了迄个清净无了的物件，你一定先无背开袂使。所以来讲，伫《金刚经》的第21分末尾来讲，含佛道咧讲经嘛，毋使讲咧证经。若有人言如来说法，即是报佛。如来咧讲法是一个作事性的物件，啊，是啊，讲叫做报佛。因为佛道，伊是应依说法。伊讲了就无执着，毋过呢，你甲当作佛道有一个讲法。伫《金刚经》的第6分
欲处法术，即得我人中实者。你若认为如来所，如来若认定讲伊家己咧所学，啊那安尼如来多落去即法术，啊如来嘛会当得到菩萨，毋过如来一定得到，一定得到佛呀。所以伊是众生不知我所说，伊毋知影我咧讲的这道理，所法者为何所说，是名所说。安听无？我今说者为何所说？头一个法度我说。好，咱当年咧感冒，健感冒咧食，安尼点好？爱食感冒好了，感冒再继续食感冒药，无必要嘛吼？是安尼讲，因为迄是应伊需要，应伊需要，但是无需要，恁真去感冒药来食，安尼咪食？我食感冒药，我食头一工了，所以说道理安尼办。所以这内底当中，一切物件都袂使。到真谛内底哦，真谛哦，真谛真的真实无虚的物件，爱离开了迷茫无了之中，一切物件凡所有上拢爱离开，进入了，进入就叫做一切法界。所以，伫这个内底当中呢，伊甲你讲哦，一切皆空，即是非法，即是非法。文殊菩萨问，咱同我其实会向恁讲这个，菩萨文殊问，拢是无量中，亦无下理，见如不见，闻而不闻，心境空寂，自然清净，即个佛法，非佛法也。即句安尼讲出来，咱听好着啦。伊讲哦，你问以文殊菩萨讲一句话讲，你到菩萨有诸佛。佛学甲所有一切法，拢是无了无着。就简单讲，含真谛甲俗谛拢在。安尼听嘛吼？咱头过去常咧讲，船啊已经到岸边了，你毋通再怀念这船啊！你若怀念这船啊，坐这船啊，你爬袂去岸顶。哦，所以不入经罗经这人讲，你应必求啊，知我所发啊。如法如教，你一定必求啊！你咧听我讲代志啦。如法如教，就参像一只白仔咧比如法，就是白仔咧比如如教的比如法上印象的方法。好，这船啊讲话，因你若去了，你船啊白咧，你毋通搁执你只船啊，怀念你只船啊。因为你若执你只船啊毋甘当，你永远袂去岸顶。我今日咧比喻。比袂明，你毋通听这句我一支吹仔咧靠背，因为你若要甘苦人离开这个，离开着这支吹仔的方向，啊，你就发觉了袂。迄段当中出现说，你迄个就是你家己甘苦。所以咧，当中拢有了着又有邪理，邪啊你是一个语言对立法，哦，你就是一个语言对立法。听有无？毋是甲你拢无看哦。见如不见，闻而不闻，心境空寂，自然清净，是无法，非法也。啊，这句话咱哪解释？咱翻过去，捌讲武则天的句话。哦，伊讲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句话内底当中，一般点来讲解释这个，先我今见闻得受持。武则天看到啥物件？武则天伊去问着啥物件？伊得着啥物件？伊即句来解。所以我常讲的，凡夫是见生心，听而动心。伊看到了了，伊看到了了，发生心。好，不过迄个哪咧看爱笑呢？咱中年啊，官乡人吼，当插，哇，官乡边咧后迄个啥物？什拍卡匠啦，后什么电子停卖车啦，哇，赢老家迄个车马祖，安尼啦。啊，我实是嘛毋知讲迄条个，要个车马祖，安尼啦，免毛看个车马祖，啊，我伫底泡茶。啊，有到体有一个某人啊，听着电动车响就飙出来，你听无？我想讲毋是外人店安尼。啊，其实咱就讲，咱华生咱真袂兴趣。我平日看两物件啦，物件拢人
人变出来，你头脑好看，迄伫遐经过了上点要讲2点钟，我伫遐泡茶，泡到甲几。啊，当然声音就大声嘛，迄边较无听到嘛，但是听不无，听不听，无感觉足差呢。所以伫迄个内底当中啦，一般顶个凡夫就是见义先心，听义动心。但是对另外一种的疑心人的不见不生心，不听不动心。啊，咱第一例就是讲是那个义见义如不见，见义不动心，理听义不生心。你讲苦安尼，人咧骂我嘛无感觉人咧骂我；人咧学我，我嘛无感觉人学我。这叫做呢见义不闻，这叫做见义如不见。心境空心。这个心就是光明，空就是清净，就是光明清净自然内底清净，四个佛法就是法了。这句话就是讲真正真实佛法里内底，所以伫迄个内底当中呢，咱叫咱前面讲的，咱前面说一些没有什么矛盾的，因为这段话就是咧讲，这个较量。有多少项？按照上帝去讲的，按照真理讲，这段叫做非法，俗的就是较量，非法就是较量。所以下面的当中有3句头，因为进前到第8分的内当中有2句头，叫做2地。后面来就是3句的拢连做，叫做3地道学，叫做3地道学。那因为这个里面内恢复法了，就是。迄个第9分啦一上尾内底当中啦讲叫三谛道理，安尼因为根本经愈来愈对愈清，愈来愈清。不可能因为咱想讲就是讲经典的迄个奥义，就是你道咧讲补，咧讲补，伊会刚刚补出迄个主意。啊，我拄则咧讲的就是讲，迄个武则天。内底当中咧讲迄个吴孝寿，咧讲迄个开天器啦其实咧开天器，咱若真正要用心去甲伊学习去研究。你学一寡佛教的地主你要计讲即句开天器讲袂出来，我绝对无骗你。你若讲每一天咧讲无上清净圆明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五经见闻，你是不是原解问题真实？意愿讲考经可上可解，意思讲要读这个经文，你必须要先念这句，袂当解说。我毋是袂当解说，可能伊慢啦。但这句话是咱学家己自己体会嘛，对毋对啦这个物件其实武则天当时迄个咱感觉你以前人家见人讲，武则天毋知有正道无正道啦见人。但是有诶，你捌讲有正道无正道，伫咱学校个人看是武则天无正道，但是有魔道，伊无正道。伊安怎讲？当时咱伫六祖当中，咱有看到迄段话，因为咱新秀去到诶时阵，武则天迄个所在，武则天去做叫迄个叫文书嘛，所以呢，因为伊。讲今日真正要正道人是六祖回来嘛，伊是第6代祖师嘛。因为伊歹时间要去请六祖来嘛，但是六祖伊无去无，伊无去，讲我老我无爱去。毋那讲出句讲，为咱讲出事有会大当啦，无时间能够讲这物件但是咱知影就是讲，武则天有魔道，伊知影这个物件，但是无正道，因为六祖回来后来讲。规个梦以前无事拢总是无事的事件，但是规梦以后无事是天然外道啦规梦就是足久以前，咱有10佛大海当中，迄个咱个弥勒祖师这个到10佛天眼，迄个10佛落来当中，靠咱的祖师叫咱的地藏佛啦这种叫做有佛。如果我为着咱的师祖有本心，你袂使无事是天然外道，这个讲法足清楚嘛。过去伊为梦以前，足以前，
会当输得来。所以咱知影就是讲，六组无去甲正道，无去甲的时阵啊，迄个不是个正道，又无道的正道，所以咱愿解如来真实义。我希望我会当真正去了解证明迄个如来实体，迄个。所以头前就甲你讲，无上甚深微妙法，证明咱就讲实体。伊有法度讲到这个物件出来，这是相当的意见。咱唔捌过去，像你说，比如讲无上，就讲清净法身份，澄清叫做王法身份，微妙法叫做千百万法身份。其实三清就是讲出来，这三清二六组对来讲，清净法身、王法身、千百万法身，清净法身就是咱自性，王法身就是咱智慧嘛。千百万的化身，你有一个真正清净法身，王法身，就你的自性流露出来智慧，会当对应着足济千千万万的遐尼智慧嘛，千百万的化身嘛。各位，咱正道的不是拢是千百万的化身嘛？你会当去讲道理，会当是大法有情的众生，会当结善缘，你不是拢叫做千百万的化身嘛？无想叫千百万的化身，所以咱会当有这三世佛在咱的身。安尼当中呢，因为每一天伊知这个物件，但是可惜，因为伊无证明咱六祖的这个证道，所以过去六祖过去迄个时阵，你像应教大师、行书大师，因咧拢有叫六祖生活道呢。过去的内底，习祖的内底当中拢有六祖啊生活道呢，当然呢，所以咱会当开出一方的道场，安尼啦吼。我哋今日就拄出这第八分啦内底走过了后还会当连贯，当然有足济咱讲袂着的，看袂到，就看咱家己智慧啦因为咱我做事，有阵时人讲智慧较矛盾啦要讲到迄个心情迄个妙处有所不足，这个所在。大家互相勉励啦咱应该这个所在最后，祝福各位大家身体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感谢父权的慈悲，全道之功，坤道之功，一般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全道之功，在之功，三之功，感谢父权的慈悲之功，感谢点传师慈悲之功，坤道一之功，在之功。三之功，感谢无前人慈悲之功，感谢点传师慈悲之功。持驾向无极拉摩行30公里，前道之功，在之功，三之功，持驾前人一之功，送驾后前人一之功，送驾点传师一之功，坤道一之功。在之功，三之功，持驾前人之功，送驾后前人之功，送驾点传师之功。我们拿。